算了算了，好，打开了，点了赞出来了。哦，慢啊，动作慢啊，不是那么容易。你看，用到网页啊，用到网页就要这个有网址啊，把它网址复制备用。哎，很确定。嗯，氮气不就会那网址是不是跟你自己的频道不一样的？你看这个网址不一样的 OBS 这个，那你看有直播场进行中就会这样。你看你这个画面呢，为什么都会这样绕圆圈呢？这样跑呢？现在已经给他那个网页的内容，网页还可以录制的 MKV 档，或者是5、6分钟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都可以对照来看。电脑的画面，左边是网络上的画面，说网址应该要有给他网址啊。哎，原来可以管理加入，还有边呢显示网页，但怎么没有那个网页的画面？还要点按这里啊，预设定档要点按啊。使用 OBS 控制音箱要不要过审？嗯，
不容易，不容易，这里呢，真的不知道的弄不容易。你看，你看，都一直在跑圆圈圈。画面那边出现什么内容？那但是这个启用按视窗键加上一个上面，没有换好。怎么停留在这里？画面并不用显示器截取就好了。嗯，哇，不容易啊！对呀，要勾选的不知道啊，什么时候出现的呀？那个要勾选。嗯，这个很容易。你看，这个城市没有回应啊，一直在那边找转圆圈圈。你看，连要切换
浏览器都没有啊，终于知道